다나버리게 성로리야 도마 어这些边甚至需要首先问候大家，扎西德勒。다른이제문제얘기니마시버차리얼마니면시버차얼那么今天呢是송주니면시버차얼다冬季的课程第4天。디나다가상게지 수단으로 양보시면도 단다디 참배취 아什么来着？참배취给越南的给那么之前有提到这个弥勒的法，对于弥勒的所说的法，在汉传佛教跟藏传佛教的说法有一些不同。那么同时有许多典籍是同时被汉藏都承认是弥勒所说。那么之前课程中我提到瑜伽师地论是汉藏都承认是弥勒所说的，但这是口误哦，因为依照藏传佛教的说法，瑜伽师地论呢是无着所说的。那么在汉传佛教里面，传统认为这个瑜伽师地论呢就是弥勒菩萨所著作的，所以这是汉藏之间是有一个不同的说法。那么其他像这个辩中辩论、法性论等等这些呢上一次课程有提到，这些都是弥勒菩萨共同的就汉藏都共同承认是弥勒菩萨所做的。가르치는 슈비입니다. 다디 차려 가사데. 샴라 자 가장 최근 시제만 무튜니 슈어 제발라. 아야. 다 가장 쉽은 신기. 근데 기준 잡은 것부터 루규 털이야.我是全北的秘境。那么之前课程谈到弥勒菩萨那么无论这个弥勒他是不是历史真的存在的一个人物，当然传统上我们会认为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真正历史人物。总之呢，这个是不是历史人物这部分暂且不谈的话，但也就是这个无着可以说得到了他的加持或者说记录下弥勒的口述而传到了人世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无论如何，这部分我们之前课程讨论过，所以呢，总之弥勒是不是历史人物这部分呢，还是没有一个定论的。这的确是很多人会有的疑问。
现在有些人我们会觉得听了学者的说法，觉得这些学者都在胡说，好像对于这个我们传统的这种说法是一种不尊重，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哦。其实真的很多在佛教上这种钻研的这些学者，他们对于佛法是有真的很投入，他们对于佛法跟这些佛学是有热情的。这些学者如果他们对于佛法如果没有热情的话，他们根本不会花这么多的时间这样子辛苦的去做这个研究。所以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也就是他们是有热情的，而且是有极大的热情跟兴趣的。尤其这次提到很多日本的佛教学者，很多这些学者他们自身也是一个修行者，而且他们本身也是僧人，所以他们研究的一个对于佛教研究的一个结果，我觉得是对于佛教的一个弘扬，而且也是对于佛教的一种保护，使佛教能够不会衰败而得到弘扬的一个，他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贡献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的。不然很多人会觉得听到学者的这些我们这次提了这么多学者的一些研究，会觉得这都是他们这些太理论性的一些研究啊，这些说法都是胡说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而是他们真的是按照了，可以说是按照了这种文献去研究，尤其现在很多的包括考古，还有很多的这些科学研究的方法越来越进步，所以包括考古这些东西也真的能够看到拿在手上，所以他们有更多的这些文献可以去做研究，有更多的事实可以去做研究。不然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说这就是过去某某人所说的，或者说这就是过去的一个某种说法，而没有任何的可以说一个事实文献作为依据的话，那这其实是不见得可以得到别人的相信。但还不如像是有的时候这些学者们，他们真的是依据了这些事实去找到很多的这些答案。我觉得这对佛教对于我们而言都是有很大的利益的。不然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很这个思想都很局限都不开放，这样是不行的。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就是我们在讲我们藏传佛教，或者说在我们藏族的这个社群当中，我们都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有时候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容易浪费掉时间，每个人一生就几十年而已，但我们却花了很多时间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事实上，很多事情是值得我们真的应该认真去投入的。然而，有时候想一想，我们却并没有真正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反而去浪费很多时间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譬如说，可能是宗派之间的互相的嫉妒，互相的眼红，互相的说对方的不是、是非等等，或者说某个团体互相之间，或者某个个人团体个人互相之间有些不同的这种就在这些事情上浪费了很多的时间。事实上，说真的，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值得我们投入
我们的时间去研究、去讨论的。这些刚刚提到这些事情，其实真的不值得我们花时间去在这些上面。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藏族佛教里面的这些法友们，大家应该要想一想的。很多人在做着是符合现代的事情，当我们听到了，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反省，是不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也是真的符合现代的，甚至也应该要有这样的计划才行。所以我这次课程其实为什么讲这么多这些学者研究啊，现代的研究目的也就是这个。总之呢，不讲那么多。总之，无论我们讲到弥勒啊，他是不是一个真实历史人物，先不谈这个问题的话，但是呢，真正将我们说解深密经里面的唯识的思想很有组织的发展开来的，很确认的是谁呢？就是吴卓跟世亲这两位兄弟。那首先我们谈下吴卓，就是阿桑嘎。他出生在北印度叫做犍陀罗国的一个布鲁沙部落这样一个地方。他在最开始的时候，他接触了小乘佛教，然后修行了空观。那么根据一位叫真谛的，他撰写了一个就是《婆娑盘豆传》，就是这个传记里面就说呢，吴卓呢他是一切有部的，但是根据玄奘所写的《大唐西域记》呢，那说他是化地部的。总之呢，他对于这个小乘的修持呢，他是并不满足的，所以后来他又依止了，师成了弥勒，所以就学了大乘的空观，而得到了这个了悟了。当然这里你看到这一段，我们又会想到说依止了弥勒，那又回到了一个问题，那到底这个弥勒呢，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因为如果从这样子的形容来看，那似乎弥勒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但无论如何呢，接着我们看一下吴卓他有哪些著作。他有著作有《大乘阿毗达摩论》、《显扬圣教论》，还有《摄大乘论》。其实现代学者还持续的在研究，还有哪一些著作是吴卓的。杨开吧，这边开吧这个送给你呢，得到点个。另外呢，还有一个日本的学者叫做横山弘一，他认为有两部论著也是吴卓所写，一个叫《顺中论》，一个叫《金刚般若》，第二个叫做《金刚般若经论》。那么就像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那么刚刚谈到就是吴卓呢，他曾经修过大乘的这个空观，
他不仅是修持过这样的空观，而且呢，他还撰写了这个对于龙树的这部中论的一个注释，就叫做《顺中论》。而且呢，他也针对这个《金刚般若经》，他写下了一个《金刚般若经论》。所以从他的这些著作可以推论出，这个吴卓他的思想背景有着这个般若的空性思想的，或者说中观的思想的，而且他也从这个瑜伽师地论中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这个瑜伽师地论我们之前课程有提到过。那我们说受到瑜伽师地论很大的影响，这样的说法当然是认为说这个瑜伽师地论呢是这代表说这部论不是吴卓所著作的，而是这个弥勒所著的。所以吴卓呢，他就依据了这个瑜伽师地论呢，他又撰写了几部论书，有大乘阿毗达摩集论和显扬圣教论等等。而他在很多的著作当中，可以说最重要的、有贡献最大的一部著作，就是叫《摄大乘论》。他通过了这一部论著，他把整个唯识的思想，在过去一开始还没有系统化的，甚至有一些混乱的这些思想，他将它整理、组织起来。他把唯识的思想变成一个很有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教理，所以你可以看到《摄大乘论》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一部典籍。那么，所以吴卓他建立这样一个有系统的唯识教理之后就由他的弟弟，就是世亲，持续的在推动、跟弘扬、跟发展这样子的唯识的教理。所以让唯识持续又有这样新的发展。那上面这是用一个比较白话、通俗的简单的说法来讲吴卓的著作，但接着我们从学术界的看法来讲，首先《摄大乘论》我们来看的话，那总之呢，这个摄大乘论呢，它有4个汉译本，那有没有藏译本还不确定但是总之4个汉译本是有的。所以经过这个对照4个汉译本，就发现什么呢？发现的比较晚期，就是后来翻译出来的汉译的《摄大乘论》里面的一些瑜伽行的这种唯识的思想跟理论呢，在比较早期翻译出来的《摄大乘论》当中的汉译版本中，也就是比较古老的、最古老的那些译本当中是没有的。那么在这4个《摄大乘论》的汉译版本当中呢，可以说版本差异最大的是由真谛所翻译的《摄大乘论》和《摄大乘论释》，他所翻译的这一部译本跟其他几个版本的差异是最大的。虽然说有上面谈到这样的一些差别，
但是从整个舍大乘论的结构来看，它本身呢还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有组织、有架构的这样一部著作。它的整个的次第是非常的清楚、严谨的。간데스 충분해 특류 슝디 다 도도로 간데스 충분해 제제 所以舍大乘论它是怎么样成书的呢？它这个过程应该呢是以这个大乘佛教的瑜伽，也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瑜伽行这种唯识的思想为基础，然后呢再将这样的思想呢做一个系统化之后，然后可以说编辑而成的这样一部著作。所以对于这一点，就是整个这个成书的过程，它是这样子一个有组织、有结构的这样的一本书。这一点在学术界上呢，基本上大家都是同意的，没有任何的异议。换句话说，也就是说，舍大乘论它就是在整个唯识思想已经有了之后才出现的这样一部论哦。但是呢，对于这个舍大乘论到底它的作者是谁，那也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说法。这里也是一位日本的学者他叫做这位学者就推论说，总之这个舍大乘论呢，就是一个人所写的，就是无着。但另外有一些学者认为说，这个舍大乘论呢，不是一个人写的，是很多人一起写的。另外呢，还有无着的另外一部著作叫做《显扬圣教论》。这部论藏文当中是没有的，这在中文当中是有这部论的。现在的学者呢也认为说就是无着的这一部《显扬圣教论》是后人呢对于这个瑜伽师地论做了一个总结，还甚至做了一些修改，然后编撰而成的一部著作。再来无着的另外一部著作就是阿毗达摩集论。那么它也是对于瑜伽师地论的一个修改。那么它主要依据的是，因为瑜伽师地论当中有很多的用语，很多的词语，所以它特别呢是用这种词典或者用语集合的这种方式然后总集起来修改之后变成的一部著作，也是依据在瑜伽师地论上。同样再讲回无着的舍大乘论或者说或者很多人解，总之回到舍大乘论，也和前面这两部论一样，也被视为说是就是可以说是将这个瑜伽行唯识思想体系化之后，然后再编撰而成的这样一部著作。
当然呢，这里谈到三部著作：显扬圣教论、阿毗达摩集论，还有摄大乘论。到底这三部论，或者说这三个文献的作者是不是都是无着？这还是不能保证的。但是呢，总之呢，还是无法确认是不是无着。那么讲回到无着，那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无着这样一个人呢？我们可以说历史上是真的有无着这样的一个人。他呢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呢是从很多的这个他从很多的这些实修者的这种体验当中，他很有组织性的，从他们的这些体验中可以说导出了很多实践的理论。然后但他对于这些理论他又做了一些总结和改变的，他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人物。那么刚刚有提到说，上面他的许多无着的许多著作不见得是确定是他一个人所做的，或者就是由他所做的。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呢，譬如说在现代来说吧，譬如说当我们要出版一本书，譬如说很多人集体的要编辑或创作一本书的时候，所有参与的人最后我们都会写上大家的名字嘛，或者说会署名比较重要的人的名字。这是现在来说都是这样做的。那所以从摄大乘论这样一部可以说历经了大概有上百年吧，它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推断说它是经历了很多的这种被订正，有的时候被修改，有的时候还被添加一些东西，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最后他可能最后的呈现出的样子可能跟最开始的形态会有一些不同。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文献可以说它还保持着它最原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在里面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说写上说它是无着的这样的一个名称的。但我们这里必须要放下一个成见当我们说无着所写的，我们心中不需要有一个执着的画面说就是无着一个人，他躲在一个房间里，然后很专心的在那里写着这部著作的这样的一个画面，这是我们应该要抛弃舍下的一个想法。而是应该要想着呢，是由于很多的修行者
都是药嘛不清查，但药嘛不需清查，那药嘛不需清查，都参与了这样子的编辑的这样一个情形，要这样去想。他这都认识了呢呀，假设家他们那边他们在把认识了呢，搞了什么？是的。忙不起亲啊，女女忙不起亲，比就是假设家他们那边他们在把认识了图嘛，呀。所以这样一部论著，所以你也很难说它是完全就是吴卓所写，因为这么多年经过很多的修改，所以其实内容其实已经跟最初的形态是不一样的，但是它里面的根本思想还是吴卓的，所以最终呢还是有着吴卓的这样一个名称，放着他的名称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想着是这是吴卓所著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想着是其实历代的每一个参与了这部书创作的人，他们其实对于吴卓是非常尊敬的。那些所有参与编辑这部著作的修行者，参与了《摄大乘论》编辑的这每一个人，他们真的都把吴卓这些不管是保护的、弘扬的、编辑的、校对的，参与这个《摄大乘论》的这每一个人呢，这各种呈现的这结果啊，这当他呢心给所以他们可以说都把吴卓呢是当成是重要，都有一种尊敬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同时我们在看到的时候，也应该要想着是有这样一种恭敬的心。前面这一次讲现代来讲是很多那些书集体创作，但最后会数上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的名字是这个意思。所以《摄大乘论》很多人参与，但最后最重要只放了吴卓的名字，是这样。接着呢是谈到了世亲，那么世亲呢和吴卓一样，他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学习小乘佛教，他也是学这个一切有部的，但他实在是非常的优异而且他所以全印度都知道他。但是呢，他后来受到了吴卓，就是他的哥哥的这种感化，他就转向了大乘。同时呢，他也将这个唯识的思想组织起来，然后可以说集大成这样的一个人。那世亲的这个故事我就不多说，因为大家都比较熟悉世亲的故事跟背景。但是我想说一下学者对于世亲的一些学术上的一些研究。之前课程我们提到过，从19世纪末开始，这个佛教的学术界呢，就对于这个就是世亲他的生卒年代呢，就展开了很多的研究。那么也因为就他们那时候就对整个唯识开始做研究，而开始起始点就是先从世亲的生卒年代开始做这样的研究。那么对于世亲的生卒年代，最主要就有两种说法，一个认为是公元4世纪，另外一个是公元5世纪的时候，大概有这两种说法。那么在1959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 Farwell Warner 这样的一个学者，가르사디 뒤럽 시베 나로 중보다 뒤럽 가베 나로 중보니 급디 산 되다 민자 니 용디 뉴즈미라 니 当时研究就对于说这两种说法，4世纪跟5世纪的两种说法有不同的讨论。这个学者就1959年就认为说透过对照这两者的这个年代，发现他觉得有2个世青存在，所以他们这是所谓的就认为说有世青，有2个世青的这样的说法。那首先古世青就是早的世青，4世纪的世青是谁呢？就是吴卓的弟弟，他生活在第4世纪，他受到了他的兄长吴卓的影响，然后从说一切有部，然后他转到了大乘当中。所以这个就是开启了这个为世的那一位。再来新的世青，后面的这一位世青呢是谁呢？就是俱舍论的作者，他是在5世纪的这样一个人。他最开始也是小乘说一切有部，但他后来呢比较倾向于这种精量部的学习。那么同样的这位学者，他的这样一种就是两个世青的这样的说法，就受到了这个学术界的很大的一个瞩目。很多人也都觉得好像可能真的是有2个世青，所以这种说法影响也是非常的广。他这么说的依据他这样推论的依据主要有三方面。第一部分就是真谛所翻译的一个世青的传，就是婆叟盘豆法师传。再来就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还有藏文当中的有布顿佛教史、多罗那塔佛教史。那这是第一大类里面这位学者就依据了这一些著作当中，可以说都是这些的口传中，就是这些传说中口传中所说的，可以说这些出生地。还有像是玄奘大唐西域记里面呢，也有很多当时玄奘到印度听到的很多的这些口传，就是口述的一些故事。还有布顿佛教史多罗那塔佛教史当中，也都是很多这种记录了很多口传或者说口述的传说的这些内容，有关吴卓兄弟的这种生祖年出生地的内容。所以大部分这些内容都充满比较传说的色彩。再来第二个，他依据的是汉传佛教的文献上面很多所属的作者名称是这个世青的文献为依据。第三个，他依据的是有一个叫释友他所写的俱舍论，还有后代一些注释者的这些技术为根据因为在这些
像室友所著的《俱舍论》当中，还有一些后代注释者的记述里面都有提到有关世亲的一些生卒年还有出生地等等的这些内容。所以他大概依据的是这几大类而推论世亲。那因为这个学者呢 Frohwaldner 他依据的毕竟还是透过比较是这种口传口述的，虽然它的确是一部分历史，但很多也有传说的色彩在里面。所以呢，上述的这些证据呢，也是不足以证明的。你很难以此为推证说，真正世亲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所以呢，当时也有很多的学者对于他这种有两个世亲的说法是有很多的是不同意的。譬如说有一个日本的学者叫平川章，他就曾经说过写到，他讲说印度呢常常会把很多本著作归给一位名人的这样的一个倾向，而且呢这个瓦苏班杜这个名字就是世亲这个名字，还有 Vasumitra 室友这样的名字这里都有这个瓦苏在前面，因为都是他们对于瓦苏是一个天神的信仰这样的一个名字，所以经常被使用。再来，而且从自古以来呢，其实就承认说世亲呢不是只有一个人。而且呢，历史上呢，这个叫做世亲的这个僧人行者比丘是很多的，像瑜伽行派的人呢，也会特别把 Vasubandhu 就是这个世亲当作论著的作者的。这就有点像西藏也有，譬如说西藏呢，也就是这么大一个地方，但是你会听到说，无论在西藏任何地方，都可以听说过莲花山大士曾经真的到过这个地方，这里有他的脚印，这里有他的什么什么东西等等，有各种的传说。那我们说真的从传说，从这种亲近的静观上来说，是啊，莲花生大师真的每次藏地每个地方他都可以去过，但是实际他真的可以吗？因为真的历史上来说，他只在西藏住了18个月。如果这样来看，18个月要全部西藏都走透透，那是不太可能的，除非他有这种神通力吧。但是一般人的角度，在西藏藏地住了18个月，应该是不可能到过藏地所有的地方。所以这是做一个比喻就是说总之在西藏你会就像是在西藏到哪里都听得到莲师所以同样的，在对于瑜伽行派的人来讲，他们对于世亲这个名称也是非常的尊敬，所以到什么著作上都可以看得到听得到这样一个名称。而且因为瑜伽行者他们最主要是以实修为主的人，所以他们对于上师对于这些
我们说本尊啊、上师，他们是非常的尊敬的。所以呢，他们常常会对于这些弥勒、无着、世亲这些名字等等，他们是非常的尊敬的，会这样使用的。所以其实我们其实现在来讲也对于他们这样用法也没什么好指责的。那很多时候，其实现在我们就是对于这个真谛他所翻译的这个婆娑盘豆法师传，就是世亲传它的等等这些口传的文献上，我们太去做这些考察，口传上去做考察，所以呢，世亲的年代论才会出现争议，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口传文献，它本来就是有传说色彩嘛。这在其实藏传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譬如说某某大师这么说，那你也不能说这个大师他说的不对，那也是对他的不恭敬嘛。所以呢，因为都是对，事实上对于世亲他的有不同的这些口传文献，那它都是口传文献，你也不能说不尊敬哪一个。所以总之，因为对于口传文献的研究，所以会出现很多的争议。所以总之我们在讨论你看唯识历史，或者对于我们在讨论印度的人物啊，很多这些事件的时候，就是因为缺少过去文字的记载，这些文献都是因为只有口传，而且是这些不确实的这种口传，或者说这些传说吧，所以年代呢也是不确定了。然后很多的故事你会发现也都是可能说的都不同，那就自然会造成许多的争议。所以我也常觉得过去印度的古人他们实在没有为未来我们现在的人好好想一想，他们好像都只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那些古人觉得只要那个时候他们眼前好就好，那些人甚至连佛陀他的出生的那个日期好像都没把它给记录好。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很多这些国王的，如果国王有下令说叫他的这些大臣或者谁好好做一个记录的话，那我们可是对我们来讲可是很珍贵的一个资料的资讯的。那还好现在有一些阿育王留下来的这些阿育王石柱上面有留下一些这些文字，那至少我们终于知道大概这个佛陀他是在什么时间，然后可能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出世的等等。如果阿育王他当时没有把佛陀的出生日等等这些刻在阿育王石柱上的话，搞不好现在的学者又会找不到事实嘛，就连佛陀到底是不是真的一个人，他们搞不好会有很多争议，因为找不到任何事实，找不到任何文献。尤其现在很多人说必须要看到一些这些证据嘛。所以讲到这里真的是也很感谢阿育王，还有他这些阿育王的石柱。所以当时那些印度的国王如果真的多写一些的话，他们什么都没写。不然我们现在所有现在都只变成过去某某大师这么说，或者某某的印度的这个藏地大师怎么说等等，都是口耳相传的什么话。但口耳相传到最后
都会有一些加减，都不像文字那么的准确。举例来说，有时候要自己回忆过去自己的故事，有时候你今天跟一个人讲，跟隔天再跟另外一个人讲，你会发现自己讲的可能都有一些不同。你看，连讲自己的故事，你有时候都会讲的不同了，那更不用说要说什么100年前的、更早的这些故事的时候，那你搞不好还说出了根本没发生过的事情呢。那真的发生过的事情，你反而什么都没说。所以这里最主要就是说，这个写下来很重要。好，30分钟休息。모든学员的。这里先补充一下，刚刚翻译有口误，就是这个藏文摄大乘论是有翻译本的，那么中文翻译本是3个，藏文是1本。那么这里接下来谈一下，就是研究方法，就对于这些文献的研究方法的一些发展。所以刚刚我们说针对释经的年代这种讨论呢，那么之前有比较过度依据的是口传口述而进行论证嘛。那么之后有一个叫 Jenny 的印度的学者，还有一位德国的学者，他们就采用了比较依据的是论点文献的方式进行的一种新的文献的方法，新的研究方法。所以这个印度学者呢，他就是1958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印度的学者，叫做帕德玛纳布杰尼，这样子。到底别巧松些，但到底别是就是听面的是吧？听面给巧松呢，通面给出的到底别巧松。那这个学者呢，他主要比较了这个阿毗达摩俱舍论，还有他也比较了另外一部论，就是叫做阿毗达摩灯论。那么他这个学者，印度学者发现呢，这2部论中间呢有超过3篇的记文是不同的。
而且他发现在阿毗达摩灯论里面呢，他还针对俱舍论做了一些指责哦。他说这个阿毗达摩这个俱舍论呢，是站在了精量部的立场，也就是小乘的立场上做了很多的这种陈述，但又倾向是又有大乘的思想等等。विद्युलिका शास्त्रासादी तदा 회계 나눠야 야부지 가서 따다지 럽투미 아 다디 根据这个参引导同时这个学者呢，他还针对了一个词叫做 Vatulya Satra 这样的一个词，那这个词呢还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意思哦。总之呢，这个学者他就发现在俱舍论当中，对于这个 Vidulya Shastra总之呢，他发现就是俱舍论作者他说的内容啊，就很接近了这个 Vadulika Satra 这样的内容了。那这是又另外一点。再来呢，这个印度学者还提到说 Vadulya Satra 这个词呢，而且它符合了大乘的思想。所以他等等这样子的依据之后，他总结说总之他总结说呢，俱舍论里面的这个三性说，他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俱舍论里面的这个三性说。那在前面德国的那个学者，他不是提到说有两个世亲吗？他就认为说有一个第二位俱舍，就是第二位世亲，就是写了这个俱舍论的世亲，他认为说他就是没有学习大乘的那一位，他就所以这个日本学者，这个印度学者，他就透过这样的研究，他否定了那个 Forwarner 认为说撰写俱舍论的那个世因世亲呢，他没有大乘倾向的这样的观点，他否定了。他意思就是他透过这样的论证啊，这个印度学者 Jaini 认为写了俱舍论的这个新世亲，他是具备了大乘的思想。之前 Forwarner 那个人，他认为说写了俱舍论的那个新世亲，他不具备大乘的思想，所以他认为说跟瑜伽行派的那个世亲不可能是同一个人。那所以他就反驳了那个 Forwarner 那样的一个说法，因为他印度学者透过上面这个俱舍论研究证明说，其实他也是具备了大乘思想的。在后来呢，80年代的时候，日本有3位学者，他们透过研究，也透过了持续的研究他们对于俱舍论的这些研究也认为 Jaini 这个印度学者的说法是有说服力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印度学者
他是透过了从俱舍论这个文字上、经典上去看。니버디 가르사티레 람베르트 스미트 하이센 사디 단 자맹이 키야바디르와 되게 지동구 이제 주주리 주로리야 공기야 지 가르라버서네 지再来呢，是在1967年，再有另外一位学者，德国的学者，他也提到了这样一个整个论证基础有2个指标，也就是到底世亲他的见解是怎么样的，或者说这是对于世亲的研究上呢，他认为有2个论证的指标。那么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给了一个名称，就是一个精量部的一种这种单层的认知流，这是他大概自己取了一个名称，是一个德文，这是一个德文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精量部的这种单层认知的认知流，再来第2个是瑜伽行派的认知流的一种复合体，这样子。这个我不太会念这个德文的，它非常的很硬，我不太会念。所以这是他认为说这个论证的基础，它的2个指标哦。所以第一个精量部，它指的是说，因为精量部认为呢，心意识是同义词，是同类语。再来瑜伽行派里面却认为呢，心它指的就是阿赖耶识，意呢它就是第7意识，那么识呢就指6识，那这就是瑜伽行派或者说唯识的认为。那这个就是瑜伽行派的一个认知。所以他透过这2个角度，或者说这2个指标，然后他进行研究。所以他透过借由这2个基础，他去分析，就是那些被认定是世亲的著作，譬如说俱舍论、成业论、唯识20论跟唯识30颂等等。所以他在研究跟分析之后，确认说，这些上面谈到这几个论点，俱舍论、成业论、唯识20论、3颂等等，它都是依据的是精量部的那个说法而开展出来的，就是他取一个名字叫精量部的单层认知流这样的发展前提而开展的。而且他觉得说这几部论的作者都是一个人，就是同一个作者。这个 Schmidt-Heisen 这个德国学者，他的分析非常非常的维系，那么今天呢就不多做解释了，但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什么叫做精量部的单层认知流呢？就是在这个学者说，
在这几部论著当中，他怎么发现说这几部论著是体现出了精量部的这样子的所谓的单层认知流呢？这是新意识的这样精量部的看法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呢？那我们就依据每一部论，我们来看它。所以首先从成业论开始，因为成业论里面首先提出了阿赖耶识这个概念。之后呢，在20论当中，他把这个 Citta 就是心，然后 Manas 就是意，然后 Vijnanas 就是识。他把心意识呢当作同义词，他不仅是只讲，而且同时呢还提出了一个20论当中还提出了瑜伽行派特有的一个词 Vijnana Pratimatrana， 就是叫做唯相，就是唯相这个词也在这里提出来。接着呢，在30颂唯识30颂当中又看到说 Citta 这个词呢就是心，会说它就是等于阿赖耶识。再来 Manas 意呢就是指第七意识。再来 Vijnana 识呢 Vijnana 就是指六识。同时呢30颂当中还谈到了就是唯相这样的概念。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概念演进，你看到先是讲到阿赖耶识，然后再来心意识同义词，然后同时也出现唯相的，然后到了30颂的时候，你会看到又更细一点，心是在说的是阿赖耶识，再来意在说的是第七识，识在谈的是六识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随着论点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演进的过程，这个整个概念跟思想的演变过程。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世亲它的这个概念思想的演变过程，也可以感觉出来这个大乘瑜伽行派就是唯识的这个思想慢慢的浮现出来。所以这个史密海森这位德国学者，他透过了上面这几部论的这种比较跟分析，他最后得出的一个，他最后还有他透过一些这些很有技巧的一些论证他得出的结果就是说，俱舍论、成业论、唯识20论还有唯识30颂应该都是同一个人所写的，而且呢，这个作者就是世亲。那这里有趣的是这个德国学者他其实呢在最开始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本来是想说透过这样的一些文献的内容分析去证明刚刚我们谈到说有一个叫 Frohwarner 所提出的世亲有2个人的这种说法的合理性。但是随着他的研究，他最后的结果反而证明了是世亲2人说法是不合理的。其实呢这个其实是同一个人，并没有2个世亲。所以总之这位学者呢他的研究成果呢是非常非常有力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透过了很有技巧性的这种论证的方式，换句话说，他的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他的这个论证方式可是有一种划时代的这种意义的。也就是说呢，他是直接透过了论点本身的内容去分析，而不再是透过口述的这种口传的资料、口述的历史这种传说来做判断。而这种可以说一种创新的这种论证方式，也是现在很多在研究这些佛教的内容，很多佛教的经典，尤其瑜伽行唯识的思想的时候，也都在用的这种一种重要的论证的方式。那么这里我们要再讨论一下，刚刚谈到德国学者提到说，他研究这些论点之后，他发现说是依据的是精量部的这种叫做单层认知流，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前提展开的嘛，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那么我们就先要搞清楚一下，到底精量部是什么东西，到底精量部在这个精量部是怎么样的一个部派，它到底在讲的是什么。那么对于这个精量部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曾经有过的这样的一个部派，过去就有这么一个学者叫做一个日本学者，他就给出了很好的一个论点。这个学者呢，他叫做加藤纯章，这个日本学者。他在1989年的时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他就对于俱舍论、顺正理论，这有一部论叫顺正理论，他主要仔细分析了这两部论点之后呢，他最后确认说，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做研究，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这个精量部这样的一个用词，梵文就是 Sutrantika 这个词，其实源自于俱舍论，这是他的一个结论。那么之前有一种说法，就是有个叫释利罗多，他是认为说他是这个精量部的可以说开派祖师有这样的一个看法。但经过他的研究之后，其实精量部这个词其實是出自俱舍论，是这样子的。
가르쳐다 년도기 떠줍세나라도 팀메기 떠줍을 캐바 좀더 마세베 샘자베 떠줍을 이내야 장추바 임바지 천도 바지 당 다는 신기 뭔가 저거 나로는 시대야기 너데베기 따여거 망보시 따여거 티수임비네야 내저주베기 주대기 제람 내저주베기 주대 공도하는 임바지 천도가 알았어 되네 태양 치수 되네 가르쳐야 캐바니기 자뱅기 캐바 디지털 가르사 대한 치즈 자뱅기 캐바지기 무튼이 심주 체바 될 때에 아노고 니주디 서비스 심버레스 那么针对这个研究之后，有一个日本的学者在，所以最后结论俱舍论的作者世清确认是他呢，他对于一切行唯识思想是真的是完全的确认，是他很熟悉这个一切行唯识思想，在俱舍论里面就可以确认这一点，而且呢，里面也有精量部的这样的内容，所以同时确认说精量部的思想内容就是一切行唯识思想的一部分。所以当时就有一位日本的学者叫做左久间秀范，他在97年的论文中就有提到过。他就有提到过说，精量部里面的内容呢，在瑜伽论中是可以看到，在瑜伽论中呢，可以看到说这种精量部的内容是名为瑜伽行派的团体呢，被包含在说一切有部里面这样子。这就有点像是说，对于说英文的人，你不能对他说藏文，你是对他得说英文。所以对于说一切有部的人，你如果要说瑜伽的思想的话，你如果只用这个瑜伽行派的用词术语去讲的话，说一切有部的人他是听不懂的。所以要让一切有部的人听得懂，所以你就必须用他们听得懂的话跟用词去说。所以换句话说呢，瑜伽行派的应该说它的内容的就被包含在说一切有部里面的这样去讲说。那么而在这个唯识20颂里面呢，在讲说精量部的很多的意见的时候，它其实是为了可以说反对这个瑜伽行派的思想的。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要阐述瑜伽行派的内容，尤其是甚至是为了要反驳瑜伽行派的人，你为了要跟他讨论，所以你就必须用他们的话，比如说对于精量部的人就要用精量部的这样的意见去跟他们讲。所以其实这样可以看到精量部的这样的思想后来也成为很多唯识瑜伽师他便作为一种他去跟其他教派去讨论跟辩论的一种方式。所以唯识思想不管怎么说，因为它是一个
可以说是实践的，在于且实践的，从这样实践中诞生的一个理论。所以它跟其他的学派呢的出发点、立足点是不同的。但是呢，当他在和其他学派去讨论甚至争论的时候，如果还是站在自己的我自己的禅修经验这样去跟人家讲的话，这也是不行的。所以必须要融合或者说符合对方的思维方式去做讨论。所以这也是他们会用精量部的思想去跟唯识瑜伽是会用精量部的思想去做讨论。举个例子来说，像在这个第九世噶玛巴的这个中观的著作当中，就是说你在回应的时候，回答时候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第八世法王的所著作的这个中观的一部著作，这个噶举不共的一种回答方式。再来第二种回答的方式，就是共同称的一种共同的回答方式。如果是以噶举不共的回答方式去回答的话，也就是第八世米居多杰，也就是从他，那的确这个就跟第八世法王所写的这个入中论的注解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如果用第二种回答方式，是符合了所有共同称一般的回答的方式去回答的话，那么譬如说在应答其他的萨迦尼玛格鲁的提问的话，如果因为对方可能不知道我们自宗噶举的用词，或者说自己的这个叫做看法立足点在哪里，那因为对方并不知道，所以你其实是无法很好的沟通跟讨论的。可能他讲的是西，可能我们讲的是西，他认知的是东，所以可能这个根本没有办法对得上。是吧？这个主席嘛了，稍微连家伙也送了，俺了开连看没是主席没连啥就人路推蒙没把了主席连家伙也送不了。但主席没连家伙呢，但如果按照自宗，比如说这个不好评这个实存吗？那你这里说自宗的会说这个也不实存。按自宗的这样的一种回答的话，可能对方可能是听不懂的这样的一个用词。所以这时候当第二种回答的时候，可以用就是大家共同的，或者说有一种融合各个教派的一种思维方式或回答去回答会比较好。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说，瑜伽行派的人为了要跟有部的人沟通说法的时候，因为瑜伽行派跟有部他们的很多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但是必须要沟通，要讨论，所以他们必须用一个共同的语言。那这时候共同语言是什么呢？就是精量部的思想，或者说精量部的语言。那这是双方都能够很好沟通的一个方式。那这是这个学者研究出来的一个结论。再来刚刚谈到这个德国的一个学者，他透过了俱舍论、成业论、唯识二十论、三十颂，他认为说结论是这四个论都是世亲所写。在80年代之后，那么日本有一个学者
这边的看法的，没知道，还是努不下的，没知道它。叫做松田和信。他呢，再针对上面的这几部论点，他就再去分析跟研究。他加上了，而且再加上了另外2部论，加了这叫做释轨论，还有叫做缘起经释。那也因为这2部也是世青所做的，就推论说证明了那个德国学者他的推理是正确的。所以他也这个日本学者也断定这个著作的顺序，先是俱舍，再来是释轨则，叫释轨论，再来成业论，再来是缘起经释，再来是20论、30论。而且呢，这全部的都是同一个作者，就是世青，就是Kosakara。那这个结论是现在所有的学者大概都普遍认同的。而且呢，这个日本学者就刚刚这一位，就是叫松田和信，他呢和另外一位这个日本学者叫做跨谷宪昭，他们呢一起又研究了俱舍论。他们发现俱舍论当中呢出现了有11次的 Purva Karshaya， 就是叫大德这样的一个用词。因为这个词呢是跟瑜伽行很有关系，整个思想很有关系的一个词，所以他们推论出呢俱舍论中用的这个词的说法其实就是沿袭了瑜伽行派的这个思想。那么这个共同研究这个日本学者叫跨谷宪昭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总结，就是说这样一个大德的用词，他说这个用词呢是在传统这个瑜伽行派当中对于这些尊敬的学者们的一个敬语。就是用来称呼这些传统的这些瑜伽瑜伽行派当中的这些学者们的一个敬语。同时呢，在一个称有所写的俱舍论释当中呢，也说呢，这个无着他是这个大德当中的一位。所以呢，从这样子可以推论就是撰写瑜伽论当中成员当中，这个无着呢，他是学者当中最值得尊敬的这样的一个人，而这样的一个人，他曾经历史出现过。所以总之确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无着的学者是出现过，而且也是撰写瑜伽论的成员当中的一员。当然我们会说这个世青无着跟世青一个是兄弟关系，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完全的确认这一点，这还是得要再进一步研究的。
但是呢，有一些学者认为，与其说把两个人说是真的血缘关系的兄弟哦，其实呢，可以这样子说，就是因为这两个人呢，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哦，有这样子的师承关系是非常的亲切的，所以呢，会描绘的像是兄弟关系一样。就像是藏传里面我们会说有这噶当派的三坤众，但其实呢，噶当派的这三位祖师三坤众，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也会形容他们像坤众，像兄弟一般。所以或许呢，吴卓跟世清的确他们是兄弟关系，但是他们也可能是因为有很紧密的师承关系，因此呢，说成像是兄弟一般的亲这样子。那最后这里我想谈一下，就是世清有几部著作，那么他有关唯识的著作有哪几部呢？唯识20论、唯识30颂、大乘诚业论、大乘五蕴论、大乘白法明门论、佛性论，还有他对中边分别论、大乘庄严经论、摄大乘论的注释。刚刚摄大乘论的时候我没有讲得太清楚，就是摄大乘论呢，它的就是摄大乘论呢，主要中文里面有3个译本，那么藏文里面有1个译本，所以当时提到那个日本学者，他们是比对了4个译本，里面指的是有3个中文译本加上1个藏文译本，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世清的著作里面，唯识20论、唯识30颂，大家应该知道，30颂也是这次我们要讲的主要的内容。再来大乘诚业论，藏文里面有，那么梵文应该也有，大乘五蕴论有，大乘白法明门论有。白法明门论在中国佛教里面是很重视的，也就是我们在学中国佛教在学唯识的时候，首先第一步他们通常都是要学，就是可以说入门唯识入门的一本论，这是白法明门论。同时这个有再来玄奘大师写了一个这个八识规矩颂，这也都是中国佛教里面要学唯识的这个入门的这样子的论点。这个玄奘大师的八识规矩颂我有翻译成藏文，但是我觉得还翻译的不够好，所以还不敢给各位看，之后我再好好把它翻得更好一些的时候，希望可以再给各位看。那么白法明门论呢，有收录在藏经里面，这是从是有的。再来第6个是佛性论，这也是有的，它是对于宝性论的一个注解，是宝性论当中3品的一个注解。有些说法说它是世清，有说不是世清所写的，还有一些争论。但之后如果我们有机会讲宝性论的时候，可能会针对这个佛性论，是我们必须要留心去注意的一部论。
다 됐네. 양에 대지 쉬워 삼스. 대단 제일 체시. 다 당기我们这里但忙不虚嘛。那刚刚我们也谈到很多这个俱舍论，而且它跟俱舍论，我们知道它跟唯识是有关系的。其实，在古代呢，在日本佛教，他们学习唯识的时候，他们其实刚开始要学习俱舍论，先学8年俱舍。他们有一句话叫做8年俱舍，好像在3年还是2年唯识有这样的一句话。所以呢，俱舍对于他们学习唯识是很重要的。所以总之呢，你会看到世亲啊，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先学了小乘，然后接着他就转向大乘，而且他对于弥勒还有无着的很多这些论书呢，写下了很多的这些注释，而且他将他过去的这些各种学说，他自己消化吸收之后，然后再建构成为自己的观点还有思想。那么，所以可以说，他是不仅对佛教，尤其是对唯识啊，是真的很恩德是很大的。他不只是说这种学识渊博，而且他天生有一种能力哦，就是他很能够组织，他很能够把各种的这种思想各种学问，他能够把它归纳，然后收集或者说整理起来。所以在他之前，那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各种的思想，他都能够首先收集起来，然后再去整理它。尤其呢，他首先呢是从他在这个唯识20论，他在这部撰写的这部论当中呢，在中国佛教里面会说，这是唯识20论呢是为了驳斥他宗的论点，唯识30颂是建立自宗的论点，所以唯识20论呢，它的理论呢是非常犀利的，为了要驳斥他宗嘛，是为了驳斥，尤其是那些认为说这个不认同一切唯心，或者认为说外界是实有的那些人，为了要驳斥他们，所以他们用唯识20论里面他的各种理论是非常的犀利，非常锐利的。所以唯识20论呢，它的主颂是世亲所写，它的注解是世亲所写的。最后在世亲晚年的时候，他写的最后的著作是什么呢？就是唯识30颂。所以这部30颂，它不仅仅具有它这个原来就有各种思想，早年这些所有的思想基础上，而且又加上了很多新的他的观点，所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思想，唯识思想就在这短短的唯识3颂当中都完成，都具有。那他也就在撰写完唯识3颂之后不久，他就圆寂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写出唯识3颂的注解，所以唯识3颂的注解是由后世的其他很多论师所写的。所以之后有最出名的有10大论述，就是30颂的10大论师写的这个论著，所以就有10大这个唯识3颂的论师。那这之后我们会再细讲。
所以换句话说，可以说唯识30颂呢，就是自宗最完整的这个唯识思想的这样一部论，阐述自宗唯识自宗的这样一部论，最完整的一部论。那么再来，应顺导师呢曾经说，他说呢，世亲呢将这种唯识无尽这样的思想作为他最根本的一个宗义，所以呢，此后这个宗派就开始被称为唯识派，就称为叫唯识派，或者叫唯相唯识派。就是因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特别把这样的宗义就是很确立，就是唯识无尽，这是他最主要的宗义，所以这个名称宗派的名称也就叫做唯识派，或者说唯相派。最后就是应顺导师接着就说，就跟中观派并举哦，就成为大乘佛教中两大这个主流的学派。所以我们常说大乘学派最主要就是中观跟唯识。所以唯识宗能够这样子的开展，可以说真的就是世亲是非常大的恩德，尤其因为世亲将这种唯识无尽，还有这种叫唯相或者说唯识这样的思想作为根本宗义，所以才很好的开启了这样的唯识思想，建立起唯识宗。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做回向。Shall